目前全球来说的话，心血管的疾病变为是第一大的一个杀手。每年大约有1800万的人死于心血管的一个疾病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说，我每天我还是可以大吃大喝，如果说呢我的心血管有问题，我只要去找医生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说真的找了医生，我们就能够治疗好心血管的疾病，就能够让你继续大吃大喝。那我请问你一下，为什么每年会有1800万的人会死于心血管的疾病呢？其实到了如今，心血管的疾病它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做治疗。没有错，我们可能有一些药物我们可以降低你的胆固醇，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增加你的好的胆固醇。所以的话呢，心血管疾病它是要靠着预防来做起的。有人会说没有关系，我还是每天我可以大吃大喝的，就算呢我的血压高，人家不是有降血压的药物吗？我只要吃一点降血压的药物，那么我还是可以继续我的生活方式了。我只要每天我不要忘记使用这些药物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要清楚的去理解到说，为什么一个人血压会高呢？血压会高最主要有2大因素。最大的因素就是你的血管有所堵塞，你的胆固醇、你的三酸甘油酯太高了，所以呢血管有所堵塞，所以的话压力自然而然就会高起来。你的血管它就像你家里的水管是一回事情的，所以有堵塞，水的压力当然就会高了。再来，为什么你的血压会高呢？那就是说你的血管老化了，它的伸缩性降低了。所以的话呢，一旦没有了伸缩性了，压力一高，那当然了，它很容易血压就会高起来了。很多的人他可能会认为说呢，因为我的血压高，所以呢我药物的剂量要用得很高，然后呢把我整个血压全部降到跟正常人一样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点，那一些降血压的药物，它有没有办法帮你把堵塞的地方给清除掉呢？它没有。它有没有办法让你的血管变得更加年轻呢？没有。所以的话，它又是怎么样把你的血压给降下去的呢？有一些的一个药物，它来降你的血压的一个原理，跟你家里的水管是一样的。如果说你有一个塑胶的一个水管，而这个水管已经硬化了，里面又有堵塞的，然后压力很大，你会做什么动作？你会把水转小，是不是？来减轻它的压力，对不对啊？一样的一个道理。其实呢，有一些降血压的药物，我们在做的一个动作也是一样的，把你的心脏的跳速放慢下来，压力自然就会少下来了。但是呢，它应该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方法。你长期的使用，我长期性的把水转小，我长期性的让你的血液慢下来了，那么表示着说我脑部的供氧速度也慢下来了，而有可能呢我脑部的细胞会缺氧，有可能我心脏的细胞也会缺氧。长期下来，那么我有一天我就会有了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失智，我开始会忘记东西了。但是我们可能都不会把它跟我们所使用的药物连接在一起，可能还会怀疑说老了，有老年痴呆了，一模一样的。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的心脏病发作，我们也不会把它连接在于我们使用的药物，我们也会认为说可能老了，所以心脏病发作了。所以的话呢，心血管的疾病它
它是要靠着我们每天去维持的。我常常说，我认为降血压的药物最大的一个副作用是在哪里呢？它最大的一个副作用，它让人们误解了，认为说我今天我只要每天使用降血压的药物，我自然而然的我可以继续大吃大喝。健康需要付出代价，健康它是要靠着我们不断的去维持的，而并不是说靠着住在医院的隔壁。所以的话，我们必须要从我们每天一大早，我中午所吃的东西，我要开始去维持我每天的饮食习惯，我要去斟酌我每天吃的东西，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活得又健康又长寿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其实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在于我的免疫系统。很多的人，我们可能会有一种误解，我们认为说只要生病，我住在医院的隔壁，马上有了医生在，我应该就能够把命给捡回来。我不否认有一些紧急的我们可以，但是呢，其实大部分的疾病我们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。而就算呢有一些疾病我们有了药物，你没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抵抗能力，你缺了一个免疫系统功能，你还是无法捡回你的性命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维持好一个免疫功能。那我们在午餐的时候要吃得健康一点点了，而最好选择低油，而且呢选择比较素的一些东西了。而呢，如果说我们下一次到超市去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应该选择一些植物性的营养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整体的一个心血管的一个健康。我们的心血管要健康，它还包含了连在我们的肝脏上面，因为胆固醇并不是全部是吃下去的，胆固醇它也是由你的肝分泌出来的，绝大部分的胆固醇都是你的肝分泌的。所以呢，你的肝不健康，你会分泌很多量的、很高量的胆固醇。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，你难免就会有心血管的疾病。所以呢，我们中文有一句话，心肝两个是连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不会说呢心肾，我们说的是心肝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心肝宝贝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两个东西应该是你的宝贝，它们是连在一起的。好，那么从科学的角度，我们发现了说山楂它是一个不单单对我们的心、对我们的肝都非常好的一个产品，而且呢，山楂这样子的一个植物，它也是科学界里面非常少数的一个植物，可以说是被医学界认可的一个植物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呢，山楂里面它有一些植物性的一个营养，它能够防止我们血管的一个收缩，它有一个 angiotensin， 它能够防止 angiotensin 2。所以呢，你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，天气阴冷，很多的老年人因此心脏病发作，或者是就会中风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呢，天气阴冷，冬天来临，阴冷了以后呢，血管就会收缩。一旦血管收缩了以后呢，那么会怎么样？血压就会高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是说，如果说已经有所堵塞，那么就更容易更加的堵塞起来了。而呢，山楂呢，它能够呢让我们的心血管变得年轻一点点，让它比较有伸缩性一点点。为什么原因呢？
因为呢，山楂里面、蔓越莓里面，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OPC 原花青素。原花青素里面呢，它其实呢，它对于我们心血管都非常的好。我相信呢，你们可能都有听过原花青素或者是白藜芦醇。有人呢把它作为一个胶囊，把它作为一个营养品，但是完整的才是最好的。当你把某一个物质从一个完整的一个蔬果里面提炼出来了以后，它就有可能会带来副作用了。就举个例子来说，白藜芦醇，白藜芦醇呢，它存在于我们的蔬果，尤其是哪一些东西呢？蓝莓、覆盆莓、蔓越莓里面。那么白藜芦醇，科学家们认为说，它对我们的心血管有绝对性的一个好处。也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呢，你常常会看到一些报告，它会告诉你说，红酒对心血管很好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红酒里面它的葡萄籽也富含了原花青素跟白藜芦醇。但是呢，我如果说葡萄籽我给你说你要不要喝喝看，我相信你应该不愿意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它很涩，你可能吃不下去，当它的量不够，它就没有效果了。但是呢，我们所需要的一个 OPC 原花青素也好，白藜芦醇也好，我们可以从山楂、蔓越莓、蓝莓、覆盆莓这一类的一个莓山楂里面，我们就能够摄取到了，而且量很高不说，又是一个非常可口的一些蔬果了。而呢，在这个里面呢，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说呢，如果说我今天我单纯的我把一个白藜芦醇拿出来外面，其实它是有副作用的。因为呢，白藜芦醇非常的流行，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个研究报告，所以呢，有些药厂，我相信你们应该听过很出名的，就像葛兰素 GlaxoSmith， 另外一个药厂 Citrus， 他们就认为说，既然有那么多的一个研究显示出来白藜芦醇它的效果很好，那我们把它变为是一个药丸，单纯的纯的，那应该销售量不错。所以呢，他们开始去做临床，申请来做临床。但是呢，他们发现了一点，当你把它提炼出来了以后，作为一个药丸，它会让人内出血。所以呢，他的一个研究做到了一半停止了。而呢，他本来是希望说呢，可能对于老年痴呆症的人会有所帮助，但是呢，因为它的副作用太严重了，所以呢，临床做到了一半就被终止了。另外一个药厂 Citrus， 他们也一样的做了白藜芦醇的一个临床研究，但是呢，他们给了多发性骨髓瘤的人使用，到了一半，他们发现了一些病人变为肾衰竭死亡，因此停止使用。其实这也是在营养免疫学我们一直不断的坚称的，完整的才是最好的。为什么原因？我今天我如果说呢，我吃了一个胡萝卜，我摄取了维他命 A， 它是没有副作用的。但是呢，维他命 A 一个合成的、一个纯的、一个单一的，它却会有严重的副作用，包含了很多目前科学家们认为了，现在是不断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告诉了我们说呢，高量的一个维他命，当它是合成的，当它是人造的，它比较容易带来癌症，它会让死亡率会提高起来。但是呢，当我们是在一个完整的食品里面摄取它的时候，它给我们的却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营养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从药丸里面，我们应该到超市里面，从超市里面的蔬果来摄取这一类的一个营养了。所以
山楂、蔓越莓、覆盆莓、蓝莓这一类的东西，它对于我们的心肝都是一个绝对每天必须的一个营养。除了说对于我们心肝好，那在于我们实验室里面我们在做的一个叫做 DNA 氧化损伤的一个研究，我们拿了维他命 C 来做比较，我们发现了说呢，原花青素它要比维他命 C 要防止我们的基因受到损害，氧化压力的损坏要高很多。要高多少呢？其实原花青素它能够达到62% 的一个防止，维他命 C 我们看到的是0，它没有办法防止任何的一个 DNA 的一个氧化压力。所以呢，要保护我们的心肝，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各种的酶，或者是下一次多买一点山楂、蓝莓。再来，我们更加需要纤维。纤维它是对于我们心血管健康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了。纤维根据了所有的研究里面，它都已经表明了说，有了纤维我们能够防止肠癌，而肠癌目前来说在年轻人的身上越来越普遍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吃的蔬菜不够多，肉类确实太多了。但是呢，您知道吗？纤维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当你吃下去了纤维了以后，纤维呢，它会在你的肠道形成一个保护膜，而这个保护膜呢，它会帮助你降低胆固醇的吸收，它会缓慢你的血糖的吸收，所以呢，你的血糖会更加的平衡起来。所以你有看到吗？一个糖尿病患者，你如果给他吃白米饭，他的血糖一下子会飙高起来；你给他吃糙米饭，他的血糖就不会一下子飙高起来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它里面糙米饭有了高纤维。所以的话呢，并不表示着说糖尿病患者不可以吃米饭，不可以吃面条，不可以吃甜的东西，前提在于它有多少的纤维量。对，所以的话，纤维不单单它能够阻止掉一些胆固醇，它还能够帮助你阻止掉一些热量。但是呢，纤维它绝对不会阻止营养的吸收，对于我们身体有益的营养，纤维它都不会阻止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心血管健康的话，我们饮食里面每天我们要达到30到35克的一个纤维，而以我们目前的饮食方法，一般来说很难达成。如果说你想要方便的话呢，心宽加鲜芋，那是我们每天应该要使用的产品。尤其是呢，早餐过后午餐的时候，在你吃午餐之前，你就可以使用心宽加纤维。